收到強制驗樓令，係咪即刻成個頭大晒？唔知點算好。好多街坊一見到政府張信，第一時間就驚會唔會俾人罰錢，跟住又驚工程公司會俾人當水魚咁拆。你知啦，近年市面上真係充斥住各種天價維修、圍標陷阱嘅傳聞，隨時一開口就話要每戶夾幾十萬，真係聽到都心驚膽戰。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2026年最新最真實嘅強制驗樓顧問費、搭棚同埋敲擊測試嘅費用明細。我仲會踢爆幾種不良工程承辦商最中意用嘅圍標套路，同埋教大家點樣利用市建局嘅官方平台招標妥去合法慳錢，等你可以保障自己嘅血汗錢。大家記得儲存定呢條片，或者 share 牙俾身邊收到信嘅親戚朋友，千祈唔好盲蹭蹭咁踩入天價維修坑呀。首先我哋要搞清楚成個強制驗樓流程嘅第一步，就係一個註冊檢驗人員，即係我哋俗稱嘅 NIO。呢個階段嘅費用主要可以分為大廈公用部分嘅初步顧問費同埋獨立單位嘅檢驗費。好多業主收到信，第一時間就慌失失，唔知市價係點。結果聽埋啲所謂朋友介紹，一嚟就簽咗份幾十萬嘅顧問合約。我喺度同大家講，根據2026年最新嘅市場數據，如果係大廈公用部分嘅初步顧問費，一般中小型大廈嘅合理預算大約係喺港幣15000元至5萬元左右。如果係一啲伙數比較少嘅單廠式物業，或者規模好細嘅舊樓，通常幾萬元就可以搞掂。當然啦，如果係幾百伙嘅大型屋苑，因為涉及嘅公共面積大好多，顧問費就會按比例增加，但平均除返開每戶，其實都係一個好少嘅數目。至於獨立單位入面，例如你屋企個露台外牆，又或者窗戶嘅檢驗費，2026年嘅市價大約係每個單位港幣2000元至4500元左右。如果有人同你報價，單係入屋睇一睇，驗下個露台就要收你1萬元，甚至幾萬元，咁你真係要即刻打個問號。呢個價錢絕對係偏離市場。好啦，當顧問公司入咗場，要開始驗外牆嘅時候，就一定會涉及搭棚或者吊船，同埋做敲擊測試啦。呢度又係一個極大嘅灰色地帶，好多不良工程承辦商最中意喺呢度做手腳。首先講搭棚。如果只係做初步檢驗，往往只需要搭建局部嘅安全工作台，或者利用吊船去進行。如果外牆搭棚，視乎範圍大小同高度，合理嘅費用大約係港幣3000元至8000元左右。如果只係局部咁搭，通常1萬幾千內就一定搞得掂。但如果一嚟就同你講，檢驗階段就要全幢大廈由頭到腳全包圍咁搭棚，報你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搭棚費，咁你就真係要小心啦。跟住就係敲擊測試，即係啲師傅拎住支不鏽鋼棒喺外牆篤去聽下有無空心聲。其實呢個測試本身係包含喺整體檢驗項目入面，但如果需要額外聘請獨立嘅專業檢驗，或者用一啲紅外線熱成像、內窺鏡等無損檢測技術去定位漏水同石屎剝落，每項檢測嘅市場費用大約係港幣1500元至4000元左右。知道咗呢啲基本底價之後，我哋就要講下成個強制驗樓最恐怖，亦都係最多業主中招嘅天價維修坑。好多人以為只要挑咗最平嘅顧問公司就代表安全，哈哈，少年，你太年輕啦。有時低價顧問費往往就係天價維修嘅開始。呢度最常見嘅第一個套路就係低開高收。有啲不法嘅顧問公司會用一個低得極不合理嘅價錢去投標，例如人哋收3萬元，佢收8000元，甚至免費。業主立案法團或者街坊一睇，哇，平咁多喎，梗係揀佢啦。點知呢間顧問公司入場之後，就會寫一份極之誇張嘅檢驗報告，將本來冇病冇痛嘅地方都寫到就嚟要冧、要重建咁樣。總之就係無限放大維修項目。本來只需要局部修葺、敲下石屎，佢就話要全幢外牆翻新、重鋪洗米石。結果顧問費雖然慳咗1-2萬元，但後面嘅維修工程費就由50萬元變成500萬元。因為顧問公司通常可以從維修工程費入面抽成，或者佢根本同後面嘅工程承辦商係一條龍嘅利益集團。第二個套路就係圍標，呢個喺香港真係聽唔少，通常係幾間相熟嘅工程公司，甚至根本係由同一個幕後老闆控制嘅空殼公司一齊去投標。佢哋會私底下協調好，大家講好一個高昂嘅價錢，例如甲公司報價500萬元，乙公司報價520萬元，丙公司報價550萬元。對於業主嚟講，佢哋以為自己做足程序，咗3間公司嚟格價，點知無論揀邊間，其實都係落入佢哋設好嘅圈套，乖乖交出天價維修費。第三個套路就係中途加碼，在工程進行期間，承辦商會話：哎呀，業主，
我哋敲開咗外牆石屎之後，發現入面啲鋼筋生鏽得好犀利，原本報價個範圍唔夠，一定要做埋隔離。如果唔係，屋宇署唔收貨呀。然後就係咁出變更令，即係所謂嘅 variation order。結果工程做下，造價好似滾雪球咁愈滾愈大，業主騎虎難下，唯有繼續夾錢。面對呢啲環環相扣嘅陷阱，我哋小業主到底要點樣自保？點樣先可以合法合理咁慳返筆冤枉錢呢？今日我就教大家3招，幫你避開呢啲天價陷阱。第一招，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招，就係善用政府同市建局嘅招標妥計劃。好多業主都唔知，其實市建局為咗打擊圍標同天價維修，推出咗一個叫招標妥嘅樓宇復修促進服務。只要你哋大廈符合資格申請，市建局就會提供一站式嘅專業支援。首先，市建局會派出獨立嘅專業估算人員，為你哋大廈嘅維修工程進行一個獨立估值。呢個好重要，因為有了呢個由官方公正嘅第三方做嘅估值，你就好似去買二知道市價一樣。當收到工程商嘅標書時，你只要一拍埋去比對，如果對方開出嘅價錢比市建局嘅估算高出幾倍，你一睇就知有古怪，可以實時剔除。其次，招標妥會提供一個電子招標平台，所有有興趣投標嘅工程商都必須透過呢個平台，以不具名嘅方式提交標書。喺開標之前，連業主、法團甚至顧問公司都唔會知道投標嘅係邊幾間公司。咁樣做就可以大大減少私底下講數、分贓或者圍標嘅機會，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而且參加招標妥嘅費用其實好平，視乎大廈伙數，通常只係幾千元至萬幾元，但幫你慳返嘅可能係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元嘅維修費。第二招叫顧問與工程分家，大家記住，千萬唔好將檢驗顧問合約同埋修葺工程合約打包俾同一間公司，或者俾佢哋推薦嘅熟人。擬係嘅註冊檢驗人員必須係獨立嘅，佢負責幫你檢驗、寫報告、定出維修範疇，同埋喺工程期間做監督。佢嘅角色應該係業主嘅御用監工，幫你睇實工程公司有無偷工減料，或者有無無理加價。如果顧問同工程係同一夥人，或者有利益輸送，咁就等同於自己人查自己人，你嘅監督機制就會完全失效。所以招聘顧問公司時，要喺合約入面寫明佢哋同埋佢哋嘅關聯公司唔可以參與後續嘅修葺工程投標，咁就可以好大程度杜絕利益輸送。第三招係精明比對與逐項拆細。當你收到顧問公司俾你嘅檢驗報告以及工程投標書嘅時候，唔好只係睇最後嘅總數，你要叫佢哋提供一份詳細嘅量值清單，即係所謂嘅 BQ。入面要清楚列明每一個工種、每一平方公尺嘅石屎修補、每一米嘅防漏油漆、搭棚嘅面積，甚至清拆違建構築物嘅數量，到底單價係幾多？你可以將呢啲單價去同市建局樓宇復修平台入面公布嘅參考單價作比對。如果發現某個項目嘅單價高得不合理，就要在招標或者開會時提出質疑。另外，在合約上必須寫明所有額外工程嘅審批程序，絕對唔可以由工程師傅口頭話加就加，必須要由檢驗人員書面確認，並且經過法團或者業主代表大會開會通過，先可以生效。咁樣就可以鎖死個預算，防止承辦商喺工程中途不斷吸血。除咗呢3招之外，政府其實仲有好多資助計劃可以幫到大家，例如強制驗樓資助計劃，如果符合資格，首次驗樓嘅顧問費係可以獲得全數資助，上限係港幣5萬元。另外，對於長者業主，政府亦有需要人士郵遞維修津貼等。總之，收到強制驗樓令，大家唔需要恐慌，但亦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完全放手交俾人處理。只要大家齊心，用理智去應對，善用招標妥同政府嘅資源，將檢驗同工程分開，睇清每一筆預算，天價維修坑其實係絕對可以防範得到嘅。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關於2026最新強制驗樓嘅收費細節同防坑攻略，希望幫到大家。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記得俾個 like、訂閱我同埋 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街坊業主啦。有咩問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